在網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哋係 IDG 合唱團嘅團長，我係 Alpha， 我係 Fiona。CK、子晴、子月、Wani、Charlie、希晴、Idy、Jasmine、Riley、子喬、欣喬、Yumi、Cat、小學6年級嘅思晴、希彤、Grace、Lynette 同埋另一位中學生嘅思晴。Hello， 咁呢，除此之外，我哋仲有2位嘅1期新成員加入嘅，分別就係讀緊中3嘅 Fiona， 同埋啱啱考完 DSE 嘅中6新 Alpha。大家俾多啲掌聲我哋嘅新朋友好唔好啊？係啊，佢哋真係好年輕，好得意。我記得我第一次見到佢哋嘅時候，係佢哋個個都好怕醜。OK。好感動啦！首先即係呢一年話快唔快，話慢唔慢啦，都經歷咗好多嘢啦，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演出經驗啦。咁呢度就要首先好多謝公司先啦。咁同時間都好多謝各位一直支持我哋啦，同埋睇住我哋嘅 fans，即係佢哋每一次嚟呢啲 event 啦，佢哋都會特登好早到，即係可能早一日就會話俾我聽，我已經嚟咗啦，我喺呢個位啊，希望你聽日咧可以去翻嗰個位度望望我嘅 cam 啦，咁樣即係呢個方面都係好感動㗎咯。我覺得好感激啦！呢一個場面就好似5月17號我哋啱啱發佈會嗰陣時，不過係更加多人咯。然之後我好想多謝我哋嘅 fans 啦，一直以嚟嘅支持同埋陪伴啦。如果冇佢哋，我覺得我哋都冇咁大嘅勇氣去面對呢啲表演咯。首先係好多謝公司啦、阿拔嘅信任啦，就俾我哋2個做呢個團長啦。咁其實我覺得成件事係好搞笑嘅，因為其實嗰陣時係我哋 repost 咗公司嘅 post 啦，就我哋招合唱團咯喎。咁然之後我哋2個咧就repost 咗啦，然之後講咗句好奇怪嘅，就係我哋都夠年齡喎，繼續入呢個團啊。係啦，即係 Fiona 就中3啦，就啱啱好夠資格，唔係夠資格，我就啱啱好夠資格，啱啱考完 DSE。咁然之後結果咧就我諗2-3個禮拜之前，阿伯就通知我哋，我哋要做呢個合唱團嘅團長。其實成件事都係好無厘頭嘅，完全冇諗過。然之後我好開心，我可以成為姐姐啦而家。唔係，你唔係姐姐，仲有好多姐姐喺個合唱團。我係中間嘅姐姐。中間嘅姐姐咩講法啊？即係都多謝大家嘅信任，去俾我哋去lead住合唱團。咁就希望我哋同合唱團一齊努力，加油做一個更好嘅成績俾大家睇。就未係啦，定啦，呢個要等公司安排，因為係啦都未收到通知。我就覺得還好嘅，因為通常都係放學之後先嚟練習啦，然之後都係通常係星期6日俾我哋表演咯，所以我覺得都還好，唔會話阻住咯。我嘅話就話可能上年會比較辛苦啦，因為始終都係中5、中6都比較關鍵嘅時段啦。咁加上可能我本身都比較多課外活動，即係可能跳芭蕾舞啊、田徑啊咁樣。咁再加上每日夜晚嘅訓練咧，其實都有少少吃不消嘅，即係因為都仲要溫習衝刺咁樣啦。咁所以今年嘅年頭到4月尾左右，我都係暫時停咗 Idol Girls 嘅活動嘅。咁完咗 DSE 之後，而家其實已經好好多啦，因為其實已經冇乜嘢做，處於一個休息嘅階段啦，所以而家已經係全力進行緊，即係配合緊公司嘅一啲唔同嘅訓練安排咁樣。嘅即係話唔緊張都你嘅，咁但係我覺得我嘅 DSE 都可能叫正常發揮，咁因為都係拉 curve 嘅嘢啦，所以都好難預估到嘅。咁其他嘢我諗之後放榜再講啦。因為咧，我本身即係見到佢哋講嘢嗰陣時咧，我已經係有啲想喊嘅 feel 啦。然之後咧，小翠就開始紅啦隻眼，然之後就話我進步咗，然之後我就開始喊啦。